三公60几岁阿伯阿桑接档伫公园跳土风舞，这群平均年龄73岁长辈，伫舞蹈老师林秀珍的带领，嘛展现出流行舞蹈的全新自信。中正宽平三冠王相主车为了回馈在地，推动社会公益，对今年2月开始，甲5条港里合作，推出上青春的单人伫遮系列活动。其中舞蹈 MV 版22号开始，嘛伫竹青念名书过冲南指导，进一步学习写卡本，运用镜头语言要来翕音乐底片。大家先伫教室吸收概念，了解如何对文字转变成影像的表达。他们对于影片可能还不知道，可是我们用简单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之后，他们觉得很有趣。对，然后我也觉得，他们这样子运作之后哈，让他们生活上也增加许多的动力。刚刚就有那个长者他们就说，觉得蛮好玩的，对，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是怎么乱，可是他们对于这个感觉，他们觉得还是蛮新鲜，然后也能够吸收，然后三冠王办这个活动，我也觉得蛮不错的。好，录，3、2、1，跳。参与活动的30位长辈当中，上少年的62岁，上年老的85岁，都来勇敢接受流行舞蹈洗礼甲影像课程，嘛进一步是提到普制电的庙埕操演，有的随着音乐节奏跳舞，有的则摕起手机翕相练习镜头转场的效果，有模有样。干嘛这困难的呀？还好，大家都很认真，很快乐。我是觉得说这个课程对我们很有帮助啊，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尝试、不同的体验呐。出来表演、出来跳、出来运动，大家都很高兴。对啊，大家都显得比较年轻了。中正宽平三冠王相主车首次甲5条港里合办，当初里长也怀疑敢会有长辈报名，结果想不到真紧的额满，大家都愿意动起来学习新的课程。这个课程对我们的观剧演这些长辈真的有很大的启发啦，因为普通课程弄较静态。这个课程能开始让他们愿意动起来，然后愿意在那个活动里面跳舞展现自己然后甚至到最后现在的那个拍摄的影片 MV 这方面，其实这是要做新的尝试才开始台湾接触我们做这一项，我也真怀疑有足多人会参加啦，但是大家都还蛮踊跃的。经过10节课的舞蹈甲影像基础学习以后，最后主办单位嘛协助做成 MV， 并且伫淡市第3公益频道播出，鼓励长辈愿意学习更较侪可能性，嘛拍破因接档跳土风舞的刻板印象。咱的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